摆了，院长，啊，这你当的，你当的，好，哇！你即满讲找那个？你咱叫阿弟，我今日我专工为着食这顿，几啊工无食呢。唔要緊啦，家己遐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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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来哦，好，也漏水吼，来，好来，英文做袂错，来哦，祝大哥身体健康啊，祝大家，啊，你个现在。主场，我们的主席主场，花市集。总温了。这什么店没了？以前在东西时嘛，拜托，我的印象啊，一定要历史迹象，我对了。别，弄叫啊！这个不快递。
想按道理啊，你回头这，老要第一。夜色看书了，来哦，好，情况家 ，OK， 好来，我来，OK，看我那个，谢谢，来啊，来。你这么先弄呢？都歪啊！好，好啊，奇怪，你看，龙一個魚龍話来喝了呗，赞，来到手上了对，好，谢谢。
啊，食无，你算你算无需要对吧？下来都没得弄来，都陆陆续续到的。挂野鸡啊，澳门有鸡啊，鱼鸡啊，我弄在啊。各位长官、各位亲朋好友、家人，然后感谢我们从基隆、从台北、从鹿港、彰化各个地方赶来参加我们的盛会。每一场盛会要能成功，要有好几个因素跟我们的人员的参与。那先感谢我们一直以来举办盛会的时候公司的团队，谢谢你们，谢谢，辛苦了。那也感谢盛会的参与，要热闹，要气氛绝佳。感谢最重要的是各位的参与，我们给大家一个大大的鼓励，大家一起来好吗？谢谢大家。恭喜你！恭喜你！我们也非常欢迎我们的9天玄女有一天回娘家来。恭喜你，恭喜！结婚啦，真对吧？对对。我们感恩所有的盛会，就是大家的参与，这个缘分不会因为9天玄女一下到顺心的过去，我们这个缘分也一定要延续，好吗？希望大家常来，谢谢。老人是一下人多少？对。你看王帝明家。谢谢。
这条链子，好了，好这条链子啊，可以啊，这，一走路见了就好。今天的安尼叫不啊这个？怎样？对啦，5千吧。那真香了。反正，安尼水盖贵啊。但公皮嘛，对不对？皮有啊。
本来就发一点点脾气不干完了，不干完了。这唔当这个一定是哦，你哦一定是这记者哦，你甲你票咧。我当真会理事长啊。啊，你用着哈，这样子过来，你怎么干？你看几条？大家好，我是新罗主，每日赶快继续，我做做哦，多消息联络好不好？哦。是真正啊对办公图书复合之名哦，有对签名的。以前叫我做几行了呢？出第行啊。迄个明年哦，我来共款伫遮，我已经来问了。伊讲啊，好，我足直到问了，你问我甲讲，我头拄仔讲，我讲吼，迄个标准了，我做完，这里完，但是我就烦恼，你讲，唔是点？你讲烦恼啥？我无通讲我，你咪老点做，哎，你老我，你老我，你老我。我还在那看到你今天最近发福利啊！咱们还叫我，你看到我就欢喜啊！我嘛是烦恼嘞，烦恼。你讲烦，你讲讲，哎，我就欢喜嘛。你讲讲，你看到我就欢喜。一则一喜，一则一乐。哎，讲这里欢喜，啊，但是我明年我嘛是烦恼嘞。
你娘我看嘛只有看，你娘我嘛只有看。我嘛讲这是去食老爸饭个机会啊。来，有惊喜的大哥来，这几条可以。今天我真的有去弄一些别的，这样厉害哦！来，敬大家。来，你的大哥来，来的大哥，小包啊，谢谢，我那个，我那个上台。演唱会讲。
早上10点到12点，10点到11点到12点，12点到1点，12点到1点。好 ，OK。手尖尖，包包也。第三两个。那这边我甲调啊。你我你个实在无买5人的来，对。来，你把边过来，来，这里哦，1、2、3，来，动心情，赞。看这边哦，1、2、3，好。啊，就大哥。好，那再次代表公司感谢各位的莅临。好，那跟大家报告一下，因为我们的许可刚下来，这里现在工厂面积是375，那建筑许可的话刚下来，所以希望速度能。所以呢，留当当然的是，可是今天重点我要先介绍一下我们公司。好 ，OK， 好，来，这是我的助理许荣显先生。好，荣显开始。华佗代表一个非常好的一名景，华佗养生健康医生，以后喝。的话，台湾华佗会多600块给那个中心会做付租金，所以白尔可威士忌不只是一支。那最近我们喝的酒，白尔可能还是妈祖干日啊，还是那个高粱，都是这一家酒厂做的啊。那最近很幸运哦，他去大陆参加比赛，刚好获得金牌，所以他说他特别要发表一下这一个酒。我说好啊，那我今天有一个机会，我就把客人带过来，然后一定也试喝这一个酒，所以很
等一下他在前面，他今天特别拿出那个牛樟芝的酒，说那一罐是20万。这用是20万，那这一瓶是3000。所以我们大家了解一下他这些酒品，那非常欢迎大家来到华头酒厂。今天刚好我们那个东军协会我们历任的各个会长常务监事常务理事，刚好也都来到这个地方。他们在引领也都是喝巴莱普的酒，尤其4月7号有一个东军协会的群众送10箱过去，也是要到我们的东军协会那边。那代表说这一瓶酒在它的起来因为你喝头咖啡拿杯过，而且都不会宿醉，隔天也不会有酒味。啉上这就是阮的散的甲阮的迄个棒球队的队长，我请伊这两个最大的消费者发表一下。另外中和，其实中和阮两个，阮应该去台湾，开始去酒。我想报告这个会议，应该是，我跟董事长说，上点，第一届上点，第二届我是，我跟他讲说上低，在座的女孩子很牛，女孩子都讲今后好哩。开始到这个成品非常优品所以我想他今天的这些成就绝对不是我的家年金给贵界上记者都一直在这个自酒会里面这个打拼所以要给他的金刚奖。在附近那个西周乡的子弟对这酒有这个稍微的清楚，就是说酒不要像开车了，要不要喝的，可以了。其实意外认知，一般的室内的酒，大部分都是他们的下一个尤其是没有人到香港，才对身体有健康。来，共鸣。来，看你们讲。东京学院我是创办人陈庆商药师加上自己我们的东学的院士今天刚好来这边开那个午餐耍过这边邀请到这边来喝酒这样子看到这个酒我们很熟悉，因为去年的11、2月我们有那个斗六一个游览团到传去高区边遐我就前一天我就甲这好朋友甲高区来讲。这支水最好啉安尼，结果去干杯50箱。谢谢，刚讲。然后我来讲，另外爱去继续，当然爱去继续支持，大家拢讲好安尼啦，啉了就像讲，较袂惊啦，有点不会宿醉啦，那个口感还蛮不错的，所以讲这支酒，伊个价格都是咱一般的价格差的一半而已，所以讲一般人也很能接受啦，所以讲咱
有需要的来，那边啉的进来啤酒安尼。玻璃馆到玻璃馆来采购。哎，谢谢哈啊，有空欢迎到斗六我那边来泡茶、吃饭、唱歌，谢谢。好。没空。另外一个情况，这种嘛吼，都是比较混乱吼，从健身方面的，因为我讲社团来讲吼，我多一点，因为有关于迄个我有参加。咱这个高营养，还有对高营养。注意今日特别的大家参加咱这个酒会这个选择会吼，我感觉咱这个酒咧真好吼，这个我咧看这啦讲，咱来买来吼啦，这个送礼吼，这是足够贵的，哦，这介绍出咱一般。亲民啊，亲民。董事长说要给他普及化亲民的。哦，这是足够的，哦，酒礼个咧吼，真好。我感觉这下来，包括咱公民辈甲社党来推广咧吼，重点自己是咱台湾会当自己个啦。谢谢。2万的。啊，喏，我是丢了，到了，明年食品董事长，明年是做那个做饮料那个主动自动饮料嘛，那个。茶叶、蔬草、香槟自用的。好。做干了。好，你客气了。好为这个就是我的模拟上。不感谢，好，我让花头尽量回花头，要冷静，谢谢。这样还好。好。谢谢。来，摄影师。威士忌不只是威士忌，你还是一个保育的传承，还有净滩、土地、环境永续的概念。所以大家购买海海威士忌到我们玻璃馆来到我们马祖头，我们台湾人的心灵故乡玻璃庙来拜拜。你跟我们喝。好，那今天我介绍一下，董事长说来了，有没有什么新的酒要介绍？各位，那我们今天介绍这支新酒。对，这支是华佗眼熊牛樟芝。华佗眼熊牛樟芝，牛樟芝是在我们台湾苗栗公馆眼熊那边有用椴木养殖的牛樟芝。那这一次当时眼熊李董拿牛樟。
建筑是非常适合的，意义很刚好。刚才跟大家报告过嘛，华佗养生，健康益生嘛。那我就跟他说，那我们2个公司来联名好了，联名，所以这次已经好。各位，那这里卢小姐有帮大家倒了这个酒，大家可以现在这个酒，因为有什么牛樟对陈年高粱的搭配，对你的身体健康会有很明显的。这在酒的话，可是一天喝1点酒，晚上好睡眠，所以长长久久。那我们就试一下今天这个新酒。吃热嘛，唔了。各位。杯杯都是真感情。那我们把这杯喝了，祝大家身体健康，阖家平安，事事利利。来，大家喝了这杯吧。这边的啊。好了，高级。厉害。各位，刚刚会不会讲到合作社呢？那可以认识我就在卖酒，在另外一家公司。农场酒类生产商。很专注的都在做，这3、4年都在做。那所以对酒有小小的一个小心得。那所以还是要跟大家报告如果有需要有酒这方面的，大家可以考虑。那为什么开发这支牛樟芝？牛樟芝的话，因为本身牛樟3个月对身体是不健康的。牛樟市场很多牛樟大概跟各位报告。那今天要感谢大家在这么繁忙之中来到我们华佗酒厂。那我们也希望你赶快把我们的展示场，还有我们的规划好以后，我们的那个现代化的停车场，还有会议厕所，还有展示间，以后可以在那边饮酒，不要让他们辛苦，有冷气可以吹，有冷气可以吹。最后还要代表大家代表华佗酒厂，谢谢大家的意义。那华佗人气财气旺旺最后我们还是要请董事长跟我们就是怕大家可能喝的很少，所以我临时车上有那个聚宝盆那个聚宝盆这一罐聚宝都有拿离开所以只要不只要聚宝盆等一下这个酒宴结束我们就是要到北斗吃晚餐那个我们继续我们的晚宴好，非常感谢大家。天来参加超限站的那个电影观赏，这个是只有明天这一场是免费的。超限站它上映就要费用的，那就是我想说都经费做的太好了，那所以他的朋友他邀越多，我说他邀是无限的，都可以让他只要能够就是人数不超过因为没有座位当然就没办法，所以。欢迎大家，来观赏这个超限战。那超限战它这个是真实故事去改编的，它就是说跟我们生活跟全世界都是有息息相关。在那个园林古时，那在古稀，对，它是。
哈，就是等一下要接的那不好意思，等一下那个没关系，等一下我再拿。好，我拿。OK， 来谢谢。各位不好意思哦，既然来哦，我拿讲这个哦，有要谈给哦，教育训练喜欢这个测试。来，各位看一下，来，这是我们的教育训练，来，说你拍一下照片。不是因为我们公司合作社要做教育训练啊，所以这个都是我们的，既然来的嘛，然后。谈论说不用无糖发酵，其实收出来不值钱，就是发酵环境的菌相，还有它的环境 pH 值的控制。你要控制好的话，就可以用无糖的环境。哦，这不是塞污染，没再是塞污染。那介绍一下这一支卢特里套下给大家喝哈。这支酵素哈，为什么呢？当时开始在做研发的时候，就是我们彰化县在呼吁那个油柑哦，对我一个好朋友吼，离婚和离当的离快官，因为离合力做毛巾很多钱。然后以及在座各位业界的先进，大家好。那我叫因为我爸姓谢，所以我叫谢松。对，我很开心今天可以第一次办到有这种吃酒会，而且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么有分量的各位来到我们华通这样，然后来看一下我们新的一些饮品，也给我们一些很多的评价，让我们可以继续往前走。对，那在此非常感谢各位莅临，谢谢。小安，不客气，来自我介绍一下。董事长好，各位好，我叫谢宗安。好，谢谢。洪安同学，再来会念进口大学，念进口大学，因为他最大的兴趣跟运动就是游泳。各位，游泳可以让身体长得快，长得高。好，叶小姐，我们的理事主席我们合作社的理事主席。董事长，各位先进，大家好，欢迎你们今天过来参观。谢谢您。谢谢。好，最后我们让董事长做今天的总结。好，非常感谢大家那个能叫我们餐厅定在那个北斗电灯宫门口那个高丽菜团会低腿有没有？空低腿，到时候等一下直接到庙口会，有没有要去？你不到位，可能我改进。不会。那个北斗。
可以了。现在特案了，现在特案。完了，开报道前。哎呀，恁工作人员当用，啊，要饲鱼啊，会使，要饲鱼啊。饲人龟啊，会使无啦？买是要饲人龟啊啦。啊，唔龟啊，我这个另外做龟嘛。啊，这个当饲鱼啊，啊，你会珠宝哦，财宝捡来这啦，捡来这啦。我过年红包咧，安尼就真有钱啊！阿仔伯啊，鱼啊。咱做上面阿仔伯。对啊。哦，水饺，什么凤梨酥啦、水饺啦，什么个葱油饼啦，你想会到伊拢有做啦。甲讲咱咧啉的饮料，你讲会出来，伊拢即个市场的拢有做啦。好啦，这查某是我咧看一个啦，这查某是我这我品牌啦。这你的品牌是咩啊？你特别去吃，别个问题。恰查某哦，米啊，这恰查所以某。我讲你年了呢，你几年岁？我3岁。老大，比我一岁。就是讲，你若阿仔卖饮料着，啊伊也会当甲你生产啦。伊即摆你爱滋味、泰山啦、味全啦，啥物全部拢伊咧做啦。因为你到幕后是啊，你线嘛你就是啦。你们不讲，你不讲，听我阿在话来啊。我这边啊，那回收再等你。卖啦，一人我所有朋友一人分一包，你莫
我这4、5年啊，这4、5年住月28号了。哦，10八号，10八了，家里不好。我放到了。哎，是那个我甲我那个做的。你做的也可以。感觉讲我这阵哦，你来讲，你给他吃。来，这我张这个名片来，请收纳。来，我这边来啦。你只要我离江内内底。当然刚才哭了。就是因为老了嘛。谢谢。公司啊，买菜来收钱。好啊。你看你，我刚刚你来说，我把它关下来啊。你刚刚来银行的。你当阵讲话咧，我这边你嘛有爱去吃饭食，继续。你对着啊？青岛。北温早期来用啦，来用啦，我知啦，你也是这样。你好，差不多10几个月。